小跨年来台南就对啊！2024年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就将要登场。市府伫记者会当中，突然宣布，12月2号，中亚艺文园区的奇幻童话屋开始有2场亲子活动。伫12月23，市府西边广场有演唱会，以及关市合并以后，12月31号第一摆伫双行政中心同时办理跨年演唱会以外。市长吴依婷嘛甲主持人徐凯诗神秘开箱，邀请大家做伙来约今年圣诞跨年的艺人，有机会抽到明星的签名海报。我手上其实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信封，因为这次的卡司市长都保密到家，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我自己也在猜说到底是谁这样，谁也不知道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第一位是金曲歌后，金曲歌后有哪一些人呢？哇，这个是哪一天的？31日就举办新营跟这个西侧广场的这个跨年卡司都非常精彩有卡司有多精彩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主办单位他们还是这个列为很高的机密。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今年绝对是盛况空前。那虽然我们的预算少，虽然我们的经费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呈现给市民最精彩的。就表示，因为明年就是台南400，有真侪日本友谊城市拢将来台南逗留咧，所以到时一定会邀请日本流行歌星来出席台南跨年系列。所以，日前邀请大家规划台南的旅游，来消跨年，享受美食，保证收获满满。今日新闻，阮吉采访报道。